这一位讲的是，在对于那些处理心很小的事，首先以虔诚的信心来祈请上师，然后观修这个上师瑜伽。同时思维这个众生的这个痛苦，以及人生暇满难得，以及这个祈请上师慈悲摄受自己，并且使自己和一切众生一样，上师给予自己和一切众生以大悲之心垂赐一切悉地福德，将自他一切众生都安置到这个佛陀的果位。然后在口中念诵着，心中想着上师的这个功德，然后祈请上师，然后时刻的念及到自己的这些所做的所为的这些过失和罪业，然后祈请上师，或者是心中想着众生的痛苦而祈请上师，或者是这个心中对上师升起虔诚的恭敬心，而是祈请上师。然后以这种方式，然后直至自己的身体疲劳，然后自己的声音失去声音，然后直到自己声音变哑，然后心中升起虔诚的这个虔信和大悲心，然后祈祷上师。以这样的方式，然后上师的加持就会如普降甘露一般降至自己的自相续，然后又如之前所观想的这个上师瑜伽，然后将自己的自身和自己的身外一切物质，将它化作这个供养云，然后供养给上师，然后口中念诵我与普天底下的一切众生祈请上师慈悲摄受，然后我与一切众生都造作了不可饶恕的这个罪业，所以请这个上师慈悲垂视，然后并赐予这个大悲的这个铁钩，将这个在轮回苦海中遭受着痛苦的自他一切众生都将让我们和一切众生都可以脱离苦海。然后心中想着，一边想着这个一切众生的痛苦，然后一边祈请上师，然后将自己和上师的意和自己的心没有任何的分别，无二无别的状态之中而观想上师瑜伽。这是也无有造作的一种上师修持法。这一部分呢，都是在讲这个如何祈请上师，然后修持这个上师瑜伽的方式。也就是将一切都这个痛苦或者是一切的信心将它念诵出来，然后这祈请方式以及观想各种的痛苦或者各种的坚信来祈请上师赐予加持而。
经书中有讲，要想得到上师的这个加持，就除了祈请之外，别无更殊胜的方式。那么，在往昔这个噶举传承祖师们，都是说和特别重视这个至诚的虔信，也就要有一个纯洁的一个虔信。所以说这个注重这个虔信，但并不是说不需要其他的修持。比方说在显宗的这个修持之中，他有这个37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持，所以每一种修持都要具足这个菩提心，所以呢，他也在着重的讲述这个殊胜之处。比方说像米拉日巴大师的话，在一个无人烟的地方，在一个偏僻的山里，然后没人可以讲话，只有他一个人，而且就算是心中升起嗔恨心，也没有一个心生嗔恨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讲话，什么都没有。心中虽然痛苦，也没有可以诉苦；如果心中快乐，也没有跟人分享。如果就像英文所讲的，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就算很想跟别人讲话，但也没有这种，就算很开心、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讲。就算是心情很糟，就是想哭，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诉苦。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没有人烟的这个偏僻的山间，能够在这种的偏僻的山区，然后就算自己的心是多么的痛苦，是多么的孤独，就会有这样心中就会有一个一些痛心。那么但是呢，他有的但是虽然这么孤独，但是想到上师的这个功德的话，就会对上师升起一个虔诚的信心。这样的话，上师的加持就会连续不断的融入到自己的相续。所以各位上师都一直都加持着这个米拉日巴大师。就算米拉日巴大师没有任何朋友，一个人就像一个山间野兽一样的一个人住在这个山间，然后祈请上师，对上师这个升起至诚之心，然后心中一直想着上师，就像在心中钉了一个木桩一样的，一直想着上师。以这样的方式，各个上师的这个加持力都融入了这个米拉日巴大师以及像叫公藏巴，所谓的国藏巴，它就是在一个叫国昌山国中岩石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山洞之中修了12年，然后他在这12年期间说，他说我一个人和这个山岩石一个我的衣服这三者合一的时候，我才会起坐，不然的话我一定要在这里打坐，直至这现在外在的这个岩洞，还有我这个人，还有我穿的衣服，如果这三个东西合一的话，比方说像有人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会想到这个岩石，想到这个岩石的话，就会想到这个人所穿的衣服。所以呢，这三者如果一直打坐修持，直到这三者合一，就像这个在葛冲这个岩石旁岩洞之中修行的这个过程吧，最终就是他这个人，还有这个他所住的岩洞，以及他身上穿的衣服，这三者合一为止，他就要一直待在这个岩洞之中去闭关修持。比方说像以前的话，所谓的这个葛冲岩石山峰的话，也没有什么人，然后他就依靠这个至诚猛烈的这个虔诚之心去祈祷上师，这样的时候他可以在山间
山间的这个回声呢，在这个各个山间之中徘徊，所以呢，就以这样的高喊着这样祈请上师。总之，以这种方式，各种方式都可以祈请上师或者摇呼上师，有很多种方式。然后接下来是思维诸佛菩萨以及传承上师的这个智慧功德大悲事业而祈请这个上师。然后虽然是在讲，虽然自己没有这个福报，可以和往昔的诸佛菩萨或者是这个高僧大德，可以有这个福报，可以在他们的座下听法，但是现在呢，这些诸佛菩萨的这个慈悲、大悲、菩提心和一切功德，就总集到现在我们所执欲的这个善知识上师身上，所以以此叫观想自己的上师总集诸佛菩萨和一切善知识的这个功德，从而祈请上师。然后双手合十，以一种很悲哀的这种声音，然后祈请上师加持自他一切众生。然后以这种方式，通过对上师的这个虔诚的这个自信，从而转为对众生的这个悲心，然后以这种方式连续不断的去修持。最终上师的意和自己的心就像水乳相融一样，无二无别，在这种状态之中而修持这个上师瑜伽。这部分讲的说着自己的，虽然要改善自己的心识，而且要改善身体的这个坐姿。首先说以这个有一种这个身体的坐姿，它是称为这个痛苦的坐姿，也以这种身体的坐姿，改变自己的身体的坐姿，以这种方式来祈请上师。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这样都是在一直念诵这个引导文，大部分的引导文都一样，所以很多传授引导文的人只是就这样念诵一下，弟子也听一下，就把这个就以此为主，就把它搁置在一边，否则的话不然的，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这个引导文和窍诀应该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反复让自己是尽力的让这些引导文和窍诀的这个诀窍功德融入到自己的自相续，但是呢，讲引导文的人和听引导文的人也都没有这样去下功夫，所以呢，所有引导文呢，也就成了一种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一样，就像很多的经函放在那里一样，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有时候我们对上师，我们去祈请上师、敦请上师这个讲法，也祈请上师观点，我们一直都在敦请祈请，但是
佛祖释迦牟尼佛所传授的84000法门，或者是我们在藏传佛教之中的这个大藏经，也就是甘珠尔和丹珠尔，有很多的这个佛陀的这个佛旨和教言，有甘珠尔100多部甘珠尔，然后虽然手去触碰一下，或者是念诵一下这个甘珠尔，都有很大的困难，就觉得很畏惧，但是有时候，我们如果这样去观察的话，那么如果这个人他有一个很好的上师，这个上师传授他非常殊胜的这个窍诀，那么这个人呢，他是有希望的，他会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对于一个具德的上师，我们虽然只有具德上师，但是这个上师传授一个殊胜的窍诀，但是如果这个人不去实践的话，那么就把这些所求的法，就只是放置在那里，就打住在这个警示听闻上，只是觉得就只是仅是停留在这个获得这个窍诀的之上，之后就没有任何的实践。那么就算你只与一个具德的上师也没有任何的区别，或者是你获得了殊胜的窍诀也没有任何的区别，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大概是这样。然后在自己观想上师瑜伽，然后至诚的祈请，然后再这样以动听的声音来祈请摇呼上师，然后真实的这个觉得心中自然显现出如上师的身相，然后上师的意和自己的心相融，以这种方式去祈祷上师。这段部分是在讲这个上师的这个身相，庄严的相好，在描述他的形象。然后观想自己依靠自己祈请上师的缘故，上师是周身发出各种的光芒，然后照遍三界、3000大千世界，然后所有的众生，对于这个显而无实相的这个上师呢，众生的心和这个显而无实相的这位上师的意没有任何无二无别的状态之中，而升起前进的恭敬心，而安住在这个状态之中。然后在接下来这个根本所观想的这个上师呢，周围是诸佛菩萨，然后将一切自己的所有的一切财物物质都将之化观想为这个供养普贤供云，然后供养给上师。然后祈请上师的功德和事业犹如在水中倒入水，然后在酥油之中融化酥油一样，两者没有任何的区别，化作无二无别。当你在这个修持上师瑜伽的时候，一定要亲近自己的这个佛堂打坐的地方，然后要保持干净，然后所有的供养也要如理如法的去摆设，然后以身语意各种这个诚实的方式来身作顶礼，然后口中祈请，心中升起诚信来修持这个上师瑜伽，然后尽可能的让自己的上师心生欢喜，然后去承事上师。之后呢，在这个他有讲到这个人生难得。
然后这个人生为什么难得呢？也就是说，他阐述出这个18种暇满难得的人生，他阐述出或者这个8种闲暇和18种圆满。8种闲暇在这个地狱、恶鬼、旁生、天人、这个飞天以及边彼地这些从这8个地方能够得到闲暇，可以去修持这个佛法，所以称之为这个8闲暇。然后他一一阐述在地狱的他要忍受这个寒热的痛苦，没有空闲去修持佛法。然后恶鬼他要遭受饥渴的痛苦，所以他没有空闲去修持佛法。旁生他要遭受到欲食的痛苦，所以他没有这个时间去修持佛法。然后像这个天人的话，他是在一种放逸的状态之中，所以没有时间去修持佛法然后这里所说的哑，他是说并不是说仅是说口哑不会讲话，而是在说心哑，也就是心的这个愚昧，他没有心中的这个愚痴之心，让自己没有闲暇去修持佛法。所以以这种8种这个8闲暇之中，从这个8无暇之中获得闲暇，所以称为这个暇满，暇满难得人生之中的暇。然后想着这个，在这个8无暇之中的所住于8无暇之中的所有众生，他们遭受着痛苦，他们遭受着这个没有闲暇修持佛法的这个痛苦，所以祈愿他们可以获得闲暇，然后获得往生，这个能够修持佛法的这个身相。这里所说的这个8闲暇，也就是所谓的，它这个是藏文里面的这个文法可能有一些错误。那么这部分在讲这个在修法对于这个解脱和佛陀果位真实究竟的这个解脱和佛陀果位有一个这个想要解脱的心识。如果想要解脱的话，那么他的最殊胜的所依呢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要获得这个闲暇的人生，暇满难得的人生。如果要获得这个佛陀和解脱和佛果的话，那么最主要是顺缘，最主要的所依就是要获得这个闲暇。所谓的闲暇，它主要是在讲顺缘方面需要具足。所谓的这个8圆满，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10圆满，它是在这个顺缘，然后八闲暇，它是在讲这个远离这个违缘。所以呢，这两个18种暇满难得人生在讲远离违缘，然后具足顺缘的这个一个人生所依。那么我们平常自己在修持佛法的时候具足这个顺缘，然后远离这个违缘，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具足这样一个暇满的人生，自己有这样一个殊胜的机会，有这样一个殊胜的所依。如果我们能了解的话，那是非常之好。但是这个很难了解的。那怎么说呢？比方说像地狱的话，对于地狱的话，我们没有任何感受。那么恶鬼呢？我们只能在经书之中看到这个恶鬼的这些一些痛苦，我们没有真实的感受。那么对于这个旁生的话，我们可以亲眼目睹这个旁生，也就是畜生道的这些众生。那么旁生的话，
有时候这旁生和人之间分得太开了，也就是说两者的距离很开，所以就因为我们总是说人是万物之灵，反正人高过一切动物，以这种方式来将自己跟动物的距离拉开。但是接下来是这个邪见，还有就是边比地，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平常在讲愚痴和这个边比地，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愚痴，和边比地，它们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所以呢，在边比地呢，我们说是中地和这个边比地，有这样的说法。我在讲法的时候，总会觉得周身都不舒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平常并不是这样，可能是委员吧。可能不要再讲法了，所以故意制造障碍。所以呢，这个边比地呢，它是在这个八无暇之中，在丹珠尔之中有这样讲过，在八闲暇这个八无暇经，听说这个汉传佛教之中显宗之中，有这样一个经文，所以我有这个之前在试着去翻译，将这个八无暇的这本经翻译成从中文翻译成藏文，然后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所以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谓的边比地就是在讲，就是没有四众的地方。所谓的四众，就是在中地，也就是佛法的中地。如果没有四边，也就是四众的话，也就是视之为是这个边比地。那么，所谓的四众，该怎样去阐述呢？在龙树菩萨之中，龙树菩萨说，龙树菩萨所著的这个具足一切经的这种里面所讲的就是四众，就是沙弥男女和比丘男女，因此呢，我之前在研讨这个解脱庄严论的时候，我开了一个玩笑，也就是说，我们藏族的话就快要成这个边比地了。为什么呢？在边比地和这个愚痴是同一个意义，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边比地主要是以佛法的中地来区分的，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也在这个边比地一样。我有开这样一个玩笑，当然这只是一个玩笑。那么去入正题的话，就像现今我们这个，我们有这个在东方和西方，像东方有很多地方都有内战。都有战乱，像这样，如果我们投身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地方的话，会怎么样呢？就连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都很难，更别说修法了。而且是我们地球上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遭受的这个饥渴的痛苦，他们也在一些闹饥荒的地方，你就连可以喝的水都很难找到，有时候在迫不得已都要去喝这个牛羊的这个尿来止渴。所以如果我们投身在这样的地方的话，又会怎么样呢？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现今的这个社会上，我们能看有这个各种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悲惨的这个地方，他们遭受着这个战乱，遭受着饥饿，遭受着很多痛苦，那么就会要思维，如果自己落入到这样一个地方，的话，我们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以这样方式我们去思维的话，
我们才会对现在有什么样的对现在自己居住的这个条件顺缘，对这个生活条件是怎么样，然后就会有所了解，然后就会了解到我们在修法我们居住什么样的条件。以这样的方式去想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机会非常的好，我们有居住很多的顺缘，我们远离了多少个违缘，我们这个时候才会知道，所以我们远离违缘，然后得到这个顺缘这个机会，它能代表什么呢？它能代表并不是说代表自己很了不起，主要是在代表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责任。我们居住这样的一个顺缘，我们远离了这么多的违缘，然后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责任心，我们就要为了那些没有机会的人，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去着想，然后为他们去将心比心，去利益他们，去对他们尽可能的做利益。所以呢，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想到这个什么才是所谓的这个人生难得。所以要以自己的这个自身出发，然后看自己的这个顺缘和违缘，了解到自己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机会，然后善加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然后让这个机会具足实义，让自己的这个人生也具足实义。以这样的方式去努力的话，那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打个比喻，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比喻吧。在伊拉克，你们知道伊拉克吧？有一个很小的女孩，可能5、6岁吧，有这样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母亲她已经去世了，她没有母亲，已经去世了。有这样一个没有母亲的一个小女孩，那么这个小女孩呢，她在这个学校的外边，在这个马路上，就像我们到的这个柏油路上，在马路上，就在公路上画了一个像母亲的一个图案，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像母亲的一个图，然后他把他的鞋放在这个图的外面，小心翼翼地将他的鞋整齐地放在这个所画的画的外面，然后他自己就在这个画的很大的这个母亲的这个中间，就像在怀中之中睡觉。他母亲已经死了，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只能画一个母亲的一个图案，然后他非常思念自己的母亲，他需要母亲，但是他没有母亲，所以呢，如果他没有母亲该怎么办呢？然后他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母亲的图案，然后他就在这个图案的中央，然后睡觉，然后这个图案就会稍微对这个小女孩有一些这个欣慰，然后她就觉得自己睡在母亲的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那这代表什么呢？想到这个的话，我们如果跟他相比的话，我们并不是没有机会，因为那个小女孩她没有机会，也没有像睡在这个图案之中，她就要想象自己在母亲的怀中睡觉，她必须只能依靠这样的方式去想。我们呢，不像那个小女孩，从5、6岁就失去了父母，没有父母的关爱，
我们现在不管从任何方面来讲，我们的岁月都很圆满。但是如果我们追随着自己的欲望的话，那么永远都不会满足。所以呢，有一个善知识这样讲过，知足，所谓知足，是我们自然的财富，是我们自身本具足的一个财富。他不需要去外面去找，也不需要去外面去买，不需要去寻找，因为我们自己就具足。如果我们能知足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富人，我们就是富有的人。如果我们知足的话，我们就是富有的人。如果我们不知足的话，那么就算你有几百万的这个美元，他也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穷人一样，还会想着要挣钱，还会觉得不知足，还会觉得什么都不够。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我已经很好了，我已经很有钱很富有了，没有这样一个知足。所以呢，所谓的知足就是一个本身所具足的这个财富。因此呢，我们现在有多少这个机会，有多少顺缘，远离了多少的违缘，我们好好的去思维一下。我们别讲那些地狱恶鬼旁生鞭彼地狱这个愚痴的这些，我们别讲这些太遥远的了。在现今这个社会，我们聚集在这个菩提迦叶金刚座，然后呢，我们想吃可以吃，我们想做可以做，在生活的条件，也相对来说很圆满，然后也有这个非常圆满的这个修法的顺缘，有这样一个顺缘，我们也远离了修法的诸多违缘。有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有时候如果顺缘太圆满的话，就不以为然，就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就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升起错误了。比方说，像以前我们楚布寺的时候，我在楚布寺的时候的那段时间，在楚布寺的那些僧人呢，是怎样呢？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怎样呢？在我们这个印度的这些僧众的生活条件不太一样，那是怎样的呢？比方说他们的僧舍要自己去修建，自己所住的这个僧舍要自己建，自己出钱，自己出力，自己在家中出钱，然后自己修自己造这个僧舍，没有人会给他修僧舍的钱。然后他们所吃的也是要自己吃，早餐、午餐都要自己去吃，自己想办法。然后我到楚布寺之后几年，说我到楚布寺以后，之后几年就中午有一个茶的时间，下午有一个茶的时间，就觉得非常了不起了。就说早上可以去打茶，晚上可以去打茶，就觉得非常。觉得很了不起了，否则的话大家都是自己在自己的僧舍之中，自己买自己做自己吃，然后没有任何寺院会补给他的生活，然后我们还会僧众的这些主管还会去有时候还会被挨骂，还会被主管骂，他们也会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还会说是的是的。但是相对这样的话，印度的这些僧众的话，僧舍也是寺院出，吃的也是寺院出，住的也是寺院出，衣服也是寺院出，坐垫也是寺院出。这样的时候，大家都想着这个就觉得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准备啊，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到了这个辩经法会，他们不准备，那谁准备啊？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候还觉得这边筹备的不妥，那边准备的不好，总是觉得理所当然的。
这些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从天上降的，或者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大家都有出了很多的这个财力和物力，像去年住在这个帐篷之中的这个坐垫呢，第一年大家说坐垫太薄了，然后第二年加厚了，然后今年第3年我们也加了很厚的这个坐垫，是从南印度制作的这个坐垫。那叫名字叫什么？我们不是有一个水果可以吃吗？就是那个椰子，椰子的坐垫，仅是这个坐垫也好像有花去了30万左右。所以呢，像这样我们准备了这样的坐垫、睡垫，那么仅是这个睡垫，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这些我们没有其他的财务来源，我们没有做买卖，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卖，所以都是从各位信众善信之中供养的这个善财。所以那些具足信心的这些功德主呢，也并不是说所有都是很富有的，而是他们把自己仅有的这些东西供养给我们僧众。并不是说所有供养者都是非常富足的，就算非常富足，就算他是非常富足供养的，他也是经过他的努力去这个创造去挣的钱才供养的。所以并不是说就这样自然长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顺缘太大，顺缘太圆满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理所当然，就觉得必须要有的。就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去思维之下，我们有这样一个顺缘，我们远离了这样一个违缘，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顺缘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机会。那么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机会，代表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去思维。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暇满人生，这样非常殊胜的人生，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殊胜的人生，主要是代表我们这个可以去修持获得解脱佛果的这个法门。我们所以一定要去修持这个，让自己获得这个解脱和圆满佛的果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这个思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所讲的这个三恶趣、地狱恶鬼、旁生中的这个痛苦是要怎样去思维呢？也就是说，三恶趣八闲暇就像在一个很大的坑之中，在这个坑之中有8个坑，也就是八无暇的这个坑，就是在大地上挖坑，有8个坑，这个坑的坑口。自己的脚放在这个坑的这个坑口，就是非常的害怕，然后他的这个手脚都在发抖，然后就觉得自己又快要掉下去了，然后这个手脚都在发抖，要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自己脚下一滑的话，那么或者就会掉入这个地狱，或者就会掉入恶鬼，或者是掉入这个天人。所以自己在这个一个就像这手脚发抖，然后在这个洞口一样，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总之是在讲，不要失去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要浪费这样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是在讲这个10圆满，佛陀出世并说佛法住世入圣教，为利他故心悲悯，所以这现在讲这个自圆满和他圆满这10种圆满，5自圆满5他圆满。所以具足这个是8种闲暇和10种圆满的这个暇满难得的人生，不应该让它虚度，也不应该浪费这样非常难得的人生，一定要让自己这个暇满难得的人生获得实意具足这个人生真正的意义。所以以这样方式，然后对众生升起悲心，对上师升起信心，然后将这些一切罪业视为这个
视为无底洞一样的去畏惧它，从而远离它。以这种方式去观修这个暇满难得，好像是这样。那么这个时间呢？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在这些方面上呢，其他没有任何可以今年的话，这个色类学、心类学和因类学这3个学科的这个辩论是最后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个心类学和因类学是对这个以前的话，这个色类学、因类学的这个书籍呢，我们前所未闻，所以我们现在获得这样一个因类学和色类学和这个心类学的这个书籍，我们就有本传承的这个一种修持，所以呢，对于色内学的这个根本颂，我们也找到了。对于这个色内学的根本颂呢，它的作者有3位作者，对于这个有3位作者做了这个，他有3位不同的作者，所以呢，有个拉让扎西七的这个地方，他们说是根千江耶巴所著的，像扎西仁波寺的这个善知识们说是根千夏地巴所著，那么像冈仓噶举的这些善知识所讲的就是说是夏玛巴曲吉翁须所著的。总之呢，以前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这样大家都去研究，然后我们才发现，然后之前的话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疑惑，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色内学的根本颂，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根本颂，因此呢，总之呢，色类学的根本颂呢，色类学的第3本书，有这个色类学根本颂的这个释文，然后有这样一个解释文，这个释文呢，它是这个全知辛德巴所著的这个根本颂之中的这个像扎西仁波的，他有一个出版的这个根千讲吉巴扎新七的这个地方所出版的这个书籍之中有这样的这个颂文，所以呢，所谓的扎西七的这个根本颂，也有一些不同。像有这个法相寺院，也就是崔尼寺的这个社呢，也有一些出入，也有一些不同。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这个根本颂，色类学的根本颂有一些释文，主要是我有著作，我有写这些释文，主要是我。那么之后我也会为大家简短的解释一下这个色内学的这个根本颂，所以你们可以依靠这个了解到该如何去思维，该如何去实践修行。那么第二呢，辩经法会的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对解脱庄严宝论的这个研讨会讨论会，4天的这个讨论会。所谓的这个解脱庄严论呢，它是这个无比达波嘎居的这个嘎举和大手印
两者汇聚的这个窍诀。那么这个窍诀的这个根本呢，它是这个解脱庄严论和解脱宝鬘论这两个，特别是这个解脱庄严论，它阐述了这个三世夫的修佛道次第。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些达波噶举的这个弟子呢，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修持，也没有好好的去进入这门学科。所以未来呢，希望大家去着重这个解脱庄严论，希望大家对这个解脱庄严论产生兴趣，想要去修学，对这个解脱庄严论的这本这个学科，希望可以很好的去了解这本经书是多么殊胜的一个法门，然后有可能这个研讨会耽搁3年去研讨这个解脱庄严论，所以对于解脱庄严论的研讨，今年是第1年。那么这主要是各个佛学院的这个研讨员，有9位研讨员，他们在达兰萨拉上密院我住的那个地方，他们来到那里，在1个月之中，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他们有研究去探讨，然后主要是在这个解脱庄严论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最初呢，它是怎样研讨的？因为解脱庄严论它有不同的版本呢，最真实的这个版本，最殊胜的版本，它是杨巴景的这个版本。因此呢，这个第一所研讨的这个主题是这个主要是参照杨巴景的这个出版书籍。那么第二个这个书籍呢，它有德格的出版，也有其他的出版。我们对照其他的这个出版社，然后因为有一些解脱庄严论里面的这个受记之中的这些颂文呢，我们也有去寻找，从各个书籍上寻找，以及对于这个解脱庄严论里面的很多疑难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细查和研究。所以呢，接下来会有这样的研讨论会。因此呢，我们这些随行达波噶举的这些弟子呢，我们对于无比的达波仁波切冈波巴大师意念他的恩德，也对于这个冈波巴大师的教法而做一些陈释吧。所以希望大家现在就去这个关注这样的就去关注这个解脱庄严宝论。那么在还没有召开研讨会的话，最初他们有一些这个报告的论文，如果这个论文可以发给大家的话，大家也可能有所对之后的了解有所帮助。所以如果自己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我觉得这样可能更方便。谢谢。